金錢樹適合放嘅方位咧就係東南面，放喺東南面咧就因為佢可以幫你提升你嘅人緣，有步步高升嘅意味。如果有啲朋友仔佢係希望升職加薪，或者自己嘅人緣有強化嘅趨勢嘅話咧，就會好建議揀呢種植物啦。金錢樹嘅葉面係令面嘅，望落好似有皮革咁樣嘅油亮。中古風經常玩一啲木材同埋皮革嘅配搭，金錢樹就好容易夾得到啦。除咗中古風之外，唔少現代風格嘅家居都用得着佢㗎。如果你屋企比較多金屬、皮革嘅元素，又或者你個人風格比較剛強嘅話，金錢樹襯得起你。通常有呢啲蠟質面嘅植物呢，佢個鎖水能力比較強少少嘅，耐旱性、耐陰性同埋耐曬性都會係一個比較強少少嘅植物嚟嘅。咁你放室內、室外，佢亦都會生得唔錯嘅。我都會建議淋水個頻率係會密少少嘅，咁都會大概係1星期1次咯。咁但係如果我唔想去生長，我想去一直維持一個尺寸嘅話呢，其實我哋可以遲啲淋水，可能2-3個禮拜淋水，其實佢都未必出咩大問題咯。